世界出名的印度菜林务街，即马2间原本是合伙人的餐厅，后代是拆破面行官司，员工杀人才是正统。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来了解国际台。新闻一开始，先看到中国的蒙古首都乌兰巴托，透早是发生一件重大意外，讲有一台有载满60吨的天然气油罐车，甲汽车烧拢，马上就爆炸。附近的大楼甲车辆嘛全拢着火，上无有6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这死者当中，包括有3名消防人员是英勇殉职。半暝点外钟，乌兰巴托一个徛街所在发生油罐车甲汽车烧拢事故，附近大楼民众翕到爆炸当时的情形，厝遐装啊家拢喷到厝内底。I thought like it's an earthquake or like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what was happened? But it was like very bright flash, light. And then I wondered like there's an airplane crash or something like that. Then I ran from my bedroom to like a living room from my apartment. Then I saw like a huge. It was actually just I see just within 2 seconds. Oh, that is like the gas and the carrier, which is a tanker. Just I saw like explosion. 当时这台油罐车载60吨的水型的天然气，爆炸威力是真惊人。消防人员赶紧到现场拍火，无想到佫发生第2摆爆炸。迄真紧拖到边仔的厝甲车，这栋13层大楼的楼尾顶，抑佫有部分层楼也着火，民众惊到赶紧走出来。Шатараа бид нар ч овоорлоо. Маашаага гисэн чи маашаа бүтэн галтаа цаатлынхаа хаалгыг шилийн хаглаад гараад зарим хүмүүс л доошо юу гараашаа юугаар 208 юугаар ирсэн. Зарим хүмүүс нь юу. Тэгээ гарахад гадаа ингээд гал авчихсан байсан тийм шиг байна. 大火虽然尾啊赶紧拍熄，不过这个重大意外至少夺走6条人命，包含3名消防员在第2摆爆炸时被火走不幸殉职，也有11人受伤。镜头转到中国江西，这个位伫个新吴市的冷冻仓库，24下晡向发生大火，高烟对2楼一直冲出来，2个民众真着急冒险爬窗啊对2楼跳落来。整个过程互人看到，就感觉真紧张，加在涂骹有软珠仔拄着，也佫有救援人员接应，也毋过有39人不幸被烧死。迄在现场是栋徛家甲办公斗阵的大楼，死者大部分是一间补习班的学生。事发当时，众人赶紧走出画面，伫网络一直传出，惊动中央。习近平下令警方查明原因，依法追究责任。警察发现导火所在伫地下1楼，当时正伫装潢，研判是施工人员违反规定用火，才造成严重的灾害。另外一个惊险画面发生伫加州北部，一个妇女开车想要通过落雨了后，水涨起来真串流的河流时，车冰车物件由大水冲走，伊伫水内底调15点钟，才互民众发现。救援人员再用直升机解救上岸，送医了后，加载是无要紧。国际新闻张惠敏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先看日本三景。日本名胜高速公路因为落大雪，造成有超过700台车吊车、踏车踏到19点钟，袂顶袂当，一直是等到自卫队来清出一条路，才顺利解脱。该是朝鲜日报最近甲南韩的真势紧张，金正恩讲因为看袂顺眼，所以下令甲2001年因老爸金正日伫平壤打造的祖国统一3大宪章纪念塔马上拆掉。该是探报道，意大利的国会通过一项争议性的决议，讲未来救起来海上移民，拢要甲送去邻国阿尔巴尼亚2个移民中心，每一年上济会当收39000人。该是《纽约时报》，加沙的南部城市汉尤尼斯，一个有收超过800个难民的联合国庇护所，昨受到空袭，上无有9个人死亡，75个人受伤。不过以色列也是否认是因做的。该是《华盛顿邮报》，美国的达美航空一个波音757的飞行机，讲伫亚特兰大机场起飞进前，这链仔竟然脱去，加在是有随发现，无造成任何意外。也嘛，即马联邦航管局嘛要介入调查。继续来看美国阿拉巴马州，正正讲要甲一个死刑犯处死，却因为注射注四解拢无成功，惊讲要改用灌氮素，互伊无愧死亡。这嘛是全美国的第一例。
不过，人权团体是抗议，认为安尼共处事完全是无顾人道，嘛要替伊请愿，望法院会当改判免死。针对这件代志，联合国也表示关心。美国阿拉巴马州议会大楼外口抗议民众提大型布条啊，要求停止执行死刑，因为阿拉巴马州自古要用弹器对死刑犯史密斯处决，是美国第一例。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也表达关切，反对恐惊造成无人道的酷刑。Nitrogen gas has never been u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execute human beings. The 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 recommends giving even large animals a sedative when being euthanized in this manner, while Alabama's protocol for execution by nitrogen asphyxiation makes no provision for sedation of human beings prior to execution. 根据阿拉巴马州政府的计划，史密斯要伫一间牢房发发有5个记者协准看行刑过程。因为自2012年的时阵，亚洲对史密斯执行注射死刑，不过死刑官用4点钟，依然无法度找到适合静脉注射的部分，最后放弃。自2013年11月裁定该用弹器来处决，不过史密斯的辩护律师认为，第2摆处决史密斯是违宪。One of his arguments is that it would be unconstitutional to execute him for a second time, since the state tried to execute Smith by lethal injection in 2022, but called off the procedure because of difficulty connecting intravenous lines. 今年58岁史密斯，互人请摕差不多31000块的代票，谋杀一个牧师45岁太太伊丽莎白，手段凶残。1988年，互陪审团判处终身监禁。后来法官推翻裁决，改判死刑。目前美国只有3个行政区批准弹器处决，阿拉巴马州阁是死刑执行率上悬的州之一。人权团体批评弹器处决野蛮而且不文明，要求阿拉巴马州和史密斯免死的请愿人数已经超过15000人。The execution in Alabama, if it happens, will set a new standard of the lowering level of humanity for the whole world, not just for Alabama. It is a killing frenzy, killing fury. 最高法院已经驳回暂缓执行的请求，不过无解释原因。史密斯也正做美国第2个2摆执行死刑，阁是第1个面临弹器处决的犯人。公视新闻陈伟仁报道。那讲到1月26日，也就是明仔载，就是澳洲的国庆日。不过，这个日子也就是英国人甲因的罪犯拢放来澳洲的日子，所以有真侪反殖民的主义者甲澳洲的原住民，拢甲这天看作是英国的入侵日，发动抗议行动。就讲伫咧墨尔本一个英国冒险家库克船长的雕像，伊的脚就去用斩断去维多利亚女王的纪念碑，嘛去用破红漆。25早起，伫澳洲墨尔本库克船长的雕像，为卡巴的所在规个红记断去，雕像直接落伫草坡仔顶，而且雕像下底座嘛红用红色的油彩写讲，殖民者将其尾会倒台。1月26日是澳洲的国庆，不过伫国庆的前一天，这个红看作是澳洲殖民主义代表人物的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的雕像，加做反殖民主义者保护的对象。另外，我墨尔本市中心维多利亚女王花园的纪念碑，25嘛红破红色的油漆，工人是赶紧来清理。This sort of vandalism really has no place in our community, and we'll be working. I want to signal today that we will be working with council to repair and reinstate the statue in St Kilda that has been vandalised overnight. 西元1788年1月2日，英国的船长亚瑟菲利普。伊驶船带领头一批英国的犯人，去到新南威尔斯的杰克森港，也就是即卖的雪梨港。1901年1月7日，澳洲联邦成立。1月2日，嘛红定做是澳洲的国庆日。不过，澳洲的国庆日最近这几年争议是愈来愈大，真侪反殖民主义者甲澳洲的原住民，甲看作是入侵日，要求爱甲国庆的日期改掉。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甲君主制度的声音嘛愈来愈大。就连伊丽莎白女王二世2022年9月份病逝，澳洲全国休假哀悼的时阵，澳洲各大主要的城市嘛发起示威游行，谴责英国市民对澳洲原住民的迫害，要求政府爱废除君主制。面对25迫害事件，有澳洲的民众表示理解，不过嘛有人认为这种的迫害对代志无任何的帮助。
How can you celebrate the equivalent of a Holocaust? The Jewish people don't celebrate the Holocaust. For Aboriginal people, this was the day it all began. I care about the Indigenous people, but in saying that as well, I don't see particularly that changing the date changes the history. 就算澳洲的国庆日出现争议，不过根据澳洲1月2日公布上新的民调显示，有68.5%的澳洲民众要是认为1月26应该合作澳洲的国庆日，有31.5%的民众认为应该合作入侵日。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过来是看到咱国的友邦图瓦卢明仔载就要选举啊，因为财政部长接受访问，讲按圣诞选举过后，会重新来检讨甲台湾的关系，可能有断交的风险。不过咱国自图瓦卢大赛是搁在背后，表明讲这断交是中国伫咧背后挑动西人的谣言。因为新国会甲新政府甲咱台湾的关系，共款也是真坚定。谣言有在传啊，他说 Ambassador 我们不想要断交，我们不想要转向啊。因为他那个中国没有宗教自由，讲到当地民众的支持，驻图瓦卢大使林东兴澄清，最近一寡讲图瓦卢要伫26大选过后外交转向的讲法，是故意在洗人的谣言。伊暗算大多数现任议员会连任，透过新国会和政府和台湾的关系会真稳固。绝大多数的国会议员及政要都还是坚定支持台土友好的外交关系，少数人对台土关系有不同的想法。见得说一定就是要到那个转向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伫南太平洋的图瓦卢面积敢若26平方公里，是全球倒头算第4小的国家，人口大约11000人。台湾伫当地除了医疗和农渔合作，嘛和澳洲做伙帮助土国对抗气候的变迁。只是最近中国一直过来乌壁卡，林东兴指出讲，中国勇士今年就邀请图瓦卢电视台合作，但是互因拒绝啦。中国的官方媒体也有透过要寻求跟图瓦卢电视媒体的合作，那他们的用意当然是试图透过大概图瓦卢电视媒体的合作来进行一些认知作战的有这样的一个企图啊。林东兴指出讲，伫诺鲁和台湾断交了后，土国的总理有随写批予总统蔡英文，保证台土的关系稳固。毛写批予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甲恭喜，赖清德接见外宾的时阵嘛批评中国，而且诺鲁断交。选在上周我国大选后宣布与我国断交，此一手段已经充分暴露出其威权扩张以及挑战国际秩序与区域稳定的本质。赖清德强调，面对这挑战，伊会伫蔡英文总统派基础顶悬，继续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而且找到两岸和平共赢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牛油鸡是印度菜内底上界出名的菜出，全世界拢食会到。这甲一般咱所在咖喱无同，伊是甲烧鸡浸伫咧托马多甲牛仁油内底。听讲上早是伫咧印度某一个传宗的老阿婆，为着要解决物件食袂了，肉食起来粗细的问题，所传落来做法。即马是有2间餐厅，伫咧因阿公时代本地是合伙的关系，即马煞拆破面，要制讲啥人才是元祖，啥人才是正统的。其中一间的老牌餐厅，佮提告讲对方是仿的，要求爱赔24万的美金。用印度香料和塔马豆、可丽木做的牛油鸡，看了是真好食，连阿斗也嘛爱食。印度一间老牌的连锁餐厅讲，这出菜是因家族创店的元老，伫1930年代伫咧白下瓦开第一间餐厅的时阵研发出来的。新德里旗舰店内面就有挂创始人的相片，佮有真侪有名的人和伊做伙翕相。店家佮讲，包括美国前总统尼克森和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拢捌来。不过印度伫2019年才开始兴的另外一间连锁餐厅，看妈妈讲伊是牛油鸡的祖先，和老牌餐厅起价甲因告，要求赔24万美金。We will not allow anybody to take away our legacy. We will not allow anyone to infringe on our brand or our taglines. We will not allow anyone to associate their brands and create public confusion, which we call unfair competition. 老牌餐厅指控新餐厅毋但是故意互消费者摸袂清楚，连装潢的风格嘛是抄因的。但是新餐厅讲，当初是老牌餐厅去德里点店的时阵，是和家族的先人做伙经营的。因嘛有权利会当主张是牛油鸡的创始人。伫双方一直冤的时阵，印度的民众看法无同。
truly it would have come from the fields of Punjab, and definitely it is not an invention of these two, and it has come from somewhere deep into a village of Punjab where a great grandmom would have made it with tomatoes and lassan and。这个歌诗是顶礼拜第一摆开场，嘛变做印度真侪人在讨论的话题。不管老尾上书上赢，这牛油鸡一定会更加受欢迎。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环境生态问题，先来看北方的白鳃牛，全世界是敢若剩2只尔，而且佫是母的，无可能佫生。为着要保护这白鳃牛，卖互断种，德国的科学家是伫非洲以人工的方式，成功培养出一个70公的白鳃牛卵体。不过也未付注入去鳃牛母的体内，就已经死亡啊。不过科学家也是真乐观。计划要继续做，按算伫咧上近2026年，会当生出一只高水的白鳃牛囝。德国莱布尼兹动物园甲野生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家24日记者会公布，去年9月下旬，经由13摆努力，终于成功伫南方母的白鳃牛的子宫，用体外受精的方式，培育出一个健康的公的胚胎相片。这小生命伫老母的体内活70天，身长是6.4公分。若毋是这个代理的老母意外为着梭菌来死亡，伊原本会顺利来出世。Now we have the clear evidence that an embryo which is frozen thawed, produced in a test tube, can produce new life, and that is what we want for the northern white rhinos. 2018年，地球上最后一只公的北方白鳃牛，45岁苏丹死去了后，北方白鳃牛面临的就毋是可能会灭绝的物种，而是绝种的难题。地球上敢若剩2只的，这对老母甲查某囝白鳃牛，将做这个物种复活唯一的希望。南方白鳃牛试讲的红叶成功了后，科学家煞来要甲经验复制伫北方的白鳃牛，甲进前保留落来公的鳃牛的精子，甲母的鳃牛的卵子结合了后，结果种入去南方白鳃牛代理的母体子宫内底。若无问题，上紧伫2026年就有北方白鳃牛新生命出世。The pregnancy length of a rhino takes 16 months, so it's a long journey for the baby. However, that brings us to the birth in early 2026, and then from there we will have many more rhinos because we have already 30 embryos, pure northern white rhino embryos, which are all waiting for being transferred. 也若生的问题解决啦，科学家也烦恼北方白鳃牛变怎饲的问题，因为北方白鳃牛的栖息地伫非洲的中部，甲生活伫稀丘草原顶边的南方白鳃牛是完全无共款。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伫咧法国的西部比斯开湾，带有20万只海猪伫遮咧自由生态。虽然当地渔民袂去掠只海猪，毋过咧拍网仔时，也是定定不细里甲伤到。为了要保护这海猪，法国政府是下令要完全禁止掠鱼1个月。不过嘛连带去影响到渔民甲鱼市场的生计，引起强烈的不满。伫法国比斯开湾的港口拉罗西尔港，所有渔船拢停伫港口，无人出海掠鱼。因为法国政府下令，自今年1月2日开始，一直到2月20号，比斯开湾全面禁止掠鱼1个月，目的是要保护当地的海猪。法国西部的比斯开湾差不多20万只海猪伫遮生活，但是根据海洋生态研究团队 CIEM 的调查，法国大西洋沿岸每年拢有超过9000只海猪死亡。因有的是渔民伫掠其他鱼仔的时，无小心斗阵去掠着；有的是去互渔网仔填着了后死去。因为情形真严重，动保团体这几年来一直抗议，法国政府只好暂时禁止长度8公尺以上的渔船伫比斯开湾掠鱼。这嘛是自从2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政府头一摆宣布这种禁令，引起当地的渔民非常大的反弹。Ça a été fait par rapport à des études de gens qui n'ont pas rendu leur constatation, et nous on n'est pas sûr de l'efficacité d'un arrêt comme ça. N'importe quelle entreprise, c'est pour pas dire aux gens, bah, vous stoppez pendant un mois, vous attendez. N'importe une entreprise qui fait ça, aucune. 根据统计，差不多有450只渔船因为这项禁令无法度出海掠鱼。
除了渔船以外，受到影响的还有当地的鱼市。靠鱼市趁食的人讲，因袂为其他所在进货，决定要甲拉罗西尔港的渔民斗阵面对这个难关。所以最后一批鱼啊卖完了后，就要准备暂时收档。C'est quand même 54 à 55% du tonnage et du chiffre d'affaires qui va être perdu sur la période concernée, puisque c'est des mois extrêmement porteurs. 法国政府表示，实施禁令的这一个月，会提供渔民因平时收入80%至85%的补偿金。鱼市、鱼仔加工的工厂，甲其他相关产业，嘛会当摕到营业经验75%的补偿金。虽然唔知影这项禁令到底会当发挥偌大的效果，但是动保团体强调，就算面对真侪反对的声音，嘛一定要踏出正确的第一步，采取行动来保护比斯凯湾的海地。记者甘美恁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